这呢酸？命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啥人来慰问？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悲欢？老囡仔，这个好学。真哪对哦，我洗出来就会响啊。有够臭屁！哎，中间。我臭只囡仔鬼，哼！我连都袂熟悉啊！你创啥啦？啊，他就是去外面啊。这就是侏罗山啊。我煞唔知这是侏罗山，我是讲像我阿死伊的教场是咧倒位。你话不要跟我清楚心啦。阿姐，你对芳姨爱较温柔的。我嘛唔知教场是倒啦。阿姐阿姨，我知影咯，我查咯。咱就来到侏罗山啊，都免遐尼急。对周阿师这个人，咱唔要伤大意。对，咱要想详细吼，才袂出差错。我叫水当当啦，阮阿娘头壳歹去啊，相信歹人的话，冤枉我。你敢会用的，互伊头脑较清楚一个？那你就麻烦你准备，我用随时来迎请。多谢你哈。当当，阿姨，水阿姨啊，你嘛来拜拜。水当当，我是来请一尊妈祖娘娘的金身。你这几天是走去倒去啦？你阿娘四界咧找你，足着急的呢。伊则袂找我咧。你若安尼讲啦，你若有啥物委屈吼，你当面甲你阿娘讲个清楚，安尼就好啊。行。袂用的，我即马还袂用转去。你莫讲戆话啊啦！你阿娘若看到你吼，唔知要多欢喜咧。哎，水当当，水当当，哎，水当当，水当当，啊，等啥啦？走到安尼？无啦，阿姐阿姨，我拄着熟识人。水当当，你敢真两人斗阵咯？是啊。你唔惊因两个将伊骗你卖掉哦？我无骗因，就真假在，佮想要骗我。好啦，我等伊会甲你阿娘讲，你也是赶紧转去吼。阿姐，阿姨，我腹肚足枵的啦。替我抓着，早我就知影讲你来我这是咧做干事。你想伊安尔的哦，是要咧干这干大？喂，就我阿死啊！你若讲我就是鬼的小妹啊！哎，你唔紧甲我讲，你唔惊叫鬼个抬死？
你以为讲我是伫咧行的？我即马正都当遮伫咧等，时到啊，我要互伊入补后，但你出虎口。就阿是你这狗囝你阿是，阿是，阿是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也算毋知伫咧家问的，我是安尼甲你交代，我叫你过2、3工才来你听过去。阿是，我有看到水当当安尼。人伫倒？喂，走人啊！你哪里到了？放人！李芳呀，即摆吼，恁小奶奶今日去看教场的情形吼，你千千万万都爱记的呢。出门吼，莫遐搞话啦，加用一寡头壳嘛，莫爱讲话啦。我的代志哦，免你管啦。你，是蛋蛋。迄个教场的头家，敢有影号做周阿师？是啊，就是周阿师。当初我落水，伊是一个好人，但是后来我感觉伊毋是一个好人，伊是歹人呢。对，伊是你的朋友哦。朋友，呸！阮哦，才无遐尔衰咧。就是因为哦，迄个周阿师才。好啊啦，叫你话减讲几句啊嘛。见一个头脑，哦，你是啥？阿舅。那，喂，你们冲下！小狗嘎嘎，小等下，你是周阿师周大爷周啊？目睭若8斤，较莫插名仔书咧。真歹势，我王朝阳拄上爱管名仔书。放开！我放开！王大爷，阮是酒器药店，周阿师周大爷家丁。阮周大爷甲你王大爷一向井水不犯河水。既然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到我王家的大门口来掠我王朝阳的人客呢？王大爷，我是奉阮周大爷命令来办代志，请王大爷你手洗也办。要个人会用手，但是麻烦你先去官府报官，再搁讲。安怎？既然这人是你王大爷的朋友，安尼今日就王大爷你坐进去。行。你啥要念？我看到因伫咧教场骗人的钱。因是教场的保镖，想要杀你袂去哦。多谢王朝阳，王大爷你甲阮斗相共，我来走。哎，小等下，王大爷，现在有啥代志吼？我看恁拢是为外地来的人，而且恁敢有亲情也是朋友通我去？无。若无气嫌，欢迎恁先来住我家。王大爷，阮真愿意接受你的帮助，也毋过。有啥物困难，做恁讲无要紧。这就是你教你的新主牌啊！小奶奶，那因为抱阮想，你有听到无？那因为抱阮想啊！哦，这个周阿师遮无真心，实在是死嘛无啥物好可笑。朝阳，因实在足可怜的，咱爱尽力甲因斗相共。这当然的咯。今早咱好好来参详一下。好。王大爷，只要你若能保护阮小奶奶去教场，就会用的啊。啊，毋过我真烦恼，周阿师伊早嘛有准备。对，我想起来啊，周阿师有收一个西公，就是阮伫府城拄着迄个。西公腔啊！是毋是西公腔啊？伊讲伊是府城第一道士啊。那你就麻烦了。你先莫烦恼，王姨，你紧去请老张来坐。是。老张本来是周阿师的手下。创啥？水当当的，你是安怎？老家，老张来啊！王大爷。水当当诶，等你想哪啦？我介意。
伊会捡到我。虽然啦，你免惊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袂怪你。伊替教场骗人的钱，我发现到。你免惊，老张的已经知影唔对，即摆伫我这来斗相共。是啦，若毋是王大爷收留我可能早就死伫咧路边啊。我今仔日会当对身躯做代志，这是我的福气。王大爷，你的腹肚遮尔好，搁热心帮助人，你是互人足敬佩。刚刚你讲，老张，你敢知影周阿师是安怎请一个师公？这是无甲偌清楚啦。啊，不过个师公，迄周阿师画真济符啊，教堂内底外口，大家拢是。安尼真多谢你，你会使来做代志。小女，你有听到无？那你我是要安怎？小奶奶，小女，放假，就算讲是上刀山落油点，我嘛是会惊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这么冲动啊！金大，你甲陈夫人讲话时，你会记提醒伊，万人代志爱想我详细，较落去做。是啦，恁应该好好参详，去讲。好啊好啊，恁大汉若想无，我来甲恁斗想。无你的代志，先叫伊家婆，你敢袂话？哎，恁两个是创啥话啦？阿芳啊，点点。小女啊，你看安尼要安怎？金斗的，我看朝阳大爷因两个翁仔某是一个乐善好施，搁真有正义感的人，真可惜，因袂当看到我。你着替我家好好说道谢一下，毋过都毋通伤麻烦人呢。我知啦，王大爷，这样吼，叫我甲恁说道谢。你毋通安尼讲，恁暂时留落来，我会派人去探讨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底为何这呢酸？命为何这呢长？妈祖娘娘，地主李玉兰诚心甲你参拜，希望你会当保庇阿师免受厉鬼的伤害，也搁有，就要保庇我腹肚内囡仔。额头三手有心灵，劝人唔通哦歹心胸啊的，平时心肝也无端正，烧香拜佛咯。声路用啊的，阿是啊不认路，甲不义，哪着求神的，好啊慈悲啊的，文娘啊一语破现机，互伊莫客啊去怀疑，莫客啊话暗中用假币。买掠感情探找你，呀！将我从迄女鬼解决了，以后什么代志咱就免烦恼。阿是，你是唔通对迄个罗汉生动脑筋呢？你放心，我心肝内只讲你一个。你爱较小心，什么代志你拢甲伊当做无这回事。阿是，你放心，伊爱紧回去，有得到伊也已经回来。大汉，找到水当当啊！
甲伊解决起来。无，去王朝阳去。大海，大海，你就知影，大海，你就知影迄个王朝阳吼，有钱阁有势，啊，又阁对恁吼实在足歹对付的啦，废话。什么代志我比较清楚。我一定是来丢你王八掉。罗元帅，王朝阳这个人，你唔知吧？唔捌。也毋过，我捌一个假善的，也做周华是迄只狗。你。你若是顺我，有可能是会当活较久；也若无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周华是，你敢是讲我是迄个拿刀仔啊？的小妹，拿刀仔也是鬼啊呢？啊，你害死拿刀仔啊？你敢敢嫌我这个鬼仔的小妹所害死？敢讲你唔惊去，互鬼仔甲你掠了去死？我是真介意你这款个性。假使你若当真正的参像恁大姐啊，我相信绝对是袂问题。呸！大，他去有要紧代志，你出来者。什么代志？来，等下伫大细声。大，外口一人家鬼鬼祟祟，唔知创啥呢？可能是王朝阳压派，是讲这小可代志，敢着讲我听声。对，我是惊讲，就甲掠起来就好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。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，为何这呢长？无亏，啊，你什么时阵转来？我问你，你这是还是要做啊？无啦，我是去算你顶摆欠遐个教授，到底拢总是欠偌济钱啦？算交少，算交少就爱甲周阿四弄掉条心。老实讲，你报道来迄十种的囝，到底是什么人的？是不是周阿四的？你是嘛是咧讲啥？你哪会安尼讲啦？你甲我装笑，我安西早就甲讲过，讲我登记治疗再好，你竟然骗我，甲我灌落去，你当作你没孝心？我亏你妈嘞！你安尼是伤着咱巴肚内的囡仔啦！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走，你干嘛死？我亏你莫安尼啦！我亏你要创啥？我亏你要创啥？我要甲你拔起来！我亏你
高男女，我一定要甲你杀死。阿是，我就惊，你唔通离开我。有我伫咧，啥物你就拢免惊。阿是，你要杀死咱的囝。大，干木起来啊！阿是，干木起，你要杀死咱的囝，你会为咱囝报仇。是个，先甲插去顶管了去。是。走，走。我冇咧，就是讲冇交出。你管某你还阁想？就是我甲你当作好朋友，你竟然社交场来骗我的钱，佮怪阮某，我今日一定甲你睇。你还阁无够资格当我睇，也毋过我迄条件甲你够，这是你的借条。假使若是肯答应我的条件，这借条我免害你。什么条件？我刘兰，你想讲？当初时你买刘兰来时是开偌济钱？那只是加遐加几落，要收唔收随在你。也毋过，你也想着倒倒。若讲倒顶这钱，是会当买几落比刘兰更较水的查某囡仔，另考虑看。你为什么要开遮尔多钱买咧？大概是我情绪欠伊的钱。你也先下定刘兰的收书好。好了。写好了。来，当哥。祝咱交易成功，我敬你。你终于未叫心境中的，搁对后壁来甲抢我手条。这你放心，我袂安尼做。是叫的，你入去，无我的交代一脚步，你就唔好出来。是。干杯啊！我。你放心，我袂让你死，我只是不爱听你讲话。加入去！阿娘，你是去倒位啦？阿娘，我要去找阮阿娘。你们走倒位啦？我要去找阮阿娘啦！伊真正甲我等的，莫插我啦！金斗的，你敢有去遮附近四界门看卖？问过啊啦，根本就无人看到迄个赤查某。奇怪。唉。我实在怀疑周华生会开迄间药店，佮请罗汉师去做善事，这一定有伊的目的。我看，我直接来去找周华生。哎，袂用。是安怎？迄教场吼，信号认定，大家拢是符啊。你若硬要落入去吼，一定会遐符啊拍着伤。小奶奶，你免烦恼啦，阮吼一定会想办法将符啊拆掉。你免烦恼啦。你讲讲了无唔对？啥物咧无唔对？那你也毋是咧唔知啊啦。教场请安尼多拍手，骗恁两个人是有人发烧。
啊，对，咱是叫王大爷斗相共啊。对，王大爷。王大爷。各位，我已经派人去探听到伊的消息啦。小姐，是，你甲伊讲。有法西无咧用着，也无看到西公。那恁西公腔是秘对倒去？哈，阮阿娘拍无去啊啦！咻咻咻，袂见笑，爱哭搁爱缀咯，你才爱哭咧？你当脏的啊！你那个吵咧！金大，趁即摆迄个西公无伫，咱赶紧来去找周阿师。王大爷，照如讲，希望咱趁西公腔无伫的时阵，来去教场，甲所有的虎仔煞拢拆掉。也毋过，阮敢若2、3个人尔，我惊骹手无够。这你放心，我会派人去甲你斗相共。金大，唔通啦！我敢是甲你讲过啊，咱唔通甲王大侠受麻烦，要去跳虎的代志，一定会甲坏拍手拍起来。唔拄好，朝阳大爷因兜的人若有啥物事觉察，你叫我免来会安心呢？这金大，耽误你咧讲啥？啊，照如讲，伊烦恼双方会起真大的冲突。金大，请你甲陈夫人讲，天下人管天下事。周阿师伊作恶多端，要低调伊，并毋是陈夫人一个人的代志。照你，你有听无？这王大爷是一个真有正义感、非常了不起的人。王姨，你敢知影要安怎做啊？是大爷，我加派几个家丁去帮助金大。安尼我有哪来去啊？娘，我也要去。阿芳啊，这种代志你是囡仔人，安尼也无你去。不过我有想去报仇啊，主要是甲我害死的。你的冤仇，安尼会替你报，安尼啊，无怨你好的心肝囝，做这款罪孽深重的代志。我唔管。阿芳啊，你若是遐尼无听话，就是无乖，无乖都毋是安尼的囝。不过阿芳啊，你莫去啦，我陪你伫咧厝，等你阿娘转来。阿姨，请你嘛斗找阮阿娘，你若找着阮阿娘，甲伊讲我伫咧遮。会啦，水当当，金岛，咱来去。过好。是。金牛，你安怎了？我不要紧，你受伤啊？不过，迄个八卦镜。啊，我把镜甲虎仔拆掉。等住啊！是。你干，我来。我唔敢过来，唔好我抢你吧。康道长的虎仔确实多，李建良搁较大的本事，伊都是无法度通得赢。干么样？你们别这么相信。这个了水，虎仔毛跳掉。是。喂，小妹。哎呀！慢点，慢点，我跳上去。哎，金牛，给你，给你。西公腔。臭西公！道长，我听讲你还搁伫咧闭关修炼。哦，我已经想计好，这摆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女鬼。西公腔，敢讲你真正分袂出什么叫做是非善恶？你甲点咪？我唔免你这臭小囝来咧甲搞，食遐嘛较济过你食米。迄有啥物路用？你为什么太一个精神，害我这善良的人？金道，你搁甲伊讲，也是无路用。
我看伊是一心一意要对付我。李将军，我无爱甲你相争，你无到勇敢地府报道已经唔对啊，要搁来在勇敢妖难，害人百姓性命。今日我一定要洗上我过去的侮辱，看我可怜的轻描淡发。哎呦，当代啦！我离倒，我一条死地无。这里我，靠背啊，伫倒位啊？哎，你家己别看，哎，你看我，这里我，这里我，变做，哎呦，位了！底啊啦，挡袂掉啊啦，变做啦。李将军，我西江看啊，一世英雄差一点仔就毁在你的手头。如果你讲邪不胜正，无唔对，李将军，你逆天逆行，危害民间，残像你这人，早应该来焚毁劈杀。郑老师，你罪恶当头，上天害你，天也袂饶你。哼，你这女鬼，要搁敢强词夺理，嘿！臭西公，你敢要动嘞？郑公强啊，你做瘾头西公，你不但是瘾头，搁讲妄言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就我也是开家境这些害死人的咧。你想看卖咧？伊什么咧假善人啊，甲我开药店啦？迄根本哦，迄是咧甲我绑喺刀仔骹啦。还阁有啊哈，甲我无去死的朋友咧，你看伊每都甲徛落去啊！最后我甲甲我无去，嘛是叫鬼起来咧。你要掠的鬼，迄规家我拢叫害死，你知无？姚毅，道长，嘿，你茫听你后白讲，伊是李将军的小妹。嘿，哼，我甲你讲，周大爷对我是稳重如山，我无可能听你讲的话。什么？你瘾头西公啊！你互利用，你若有才调，讲我来外口啦，我甲你搞定定啦！你。打你外口啦！打你下唔慢，袂晓吧？你个哑巴！臭西公！将伊毁掉，将伊毁掉！天罗地网，天降之魔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雨。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天降之魔！我想着你啊咧！吓着你这这样啦！阿婆，多谢你。这老无啥，道长，紧想办法啦！你大概就是迄个医馆禽兽的周阿师，也搁有康大夫，你敢也会认得我？你，哎，着我的师姐，人叫黄永福啦。你讲起来，你就毋是对手。迄无一定哦。师姐，啊，你退阮的人是安怎把安文书记卖你的巴掌，啊，才出来帮忙这孤魂野鬼？师弟，你敢知影讲我已经退稳啦？是安怎我会搁出来管这件代志？是安怎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这么重视这个虚名？你帮助南台湾上界歹的人，伫遐陷害善良的百姓。道长，你唔通听这奇妙无知的黑白讲。我当然袂听黑白讲。师姐，我今仔日毋是较早的师弟啊，我已经练成师傅的迄个轻描淡发。我即摆是府城第一道士呢，袂搁再听你的指示。你是咧甲人算什么第一道士？我看你是走火入魔。唔相信，无咱教看嘛。你这就是算什么轻描淡发？你只不过是三成的功夫，爱知影轻描淡发。你看。
阿婆，好紧，好紧！咱外交，你有看无？靠腰啊！佮我拍！老六，黄元波，算你厉害，去，老六。小牛，你小心，没对，紧来叫妈祖娘娘。好，叫妈祖娘娘，妈祖娘，妈祖娘娘恕罪，小牛是无意冒犯，请妈祖娘娘开恩。既然知罪，也唔经负阴间报答。妈祖娘娘，小牛心愿未了，叫妈祖娘娘恕罪。变做假话，瞒骗事实，罪孽搁较加深。妈祖娘娘，小牛唔敢，叫妈祖娘娘，你会当听小牛生前的过去甲作母。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，娇娘伊为着要替世间人除掉周阿师这个祸害，伊甘愿家己万劫不复，伊有这个心愿，请妈祖娘娘明察。妈祖娘娘，周阿师确实是一个大歹人，当初是阮少爷单名通救伊一命，伊不但无好好感谢，反倒当阮将受报，还是阮少爷，搁来侮辱阮少奶奶，连阮小少爷阿婆遐尔古锥，伊都唔放伊煞，甲害死，而且搁来夺走当家的财产，其他伊唔知搁害死偌济人。妈祖娘娘，我比帮的讲的话拢是实话，我无讲白话。周阿师确实是一个大歹人，是一个歹人啊！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我甲你少年熟识遮尔久，我才知影讲，人的心伊是比鬼搁较歹。请妈祖娘娘，你会当帮助李少年完成伊的心愿。妈祖娘娘啊，阮阿姐哦，生前是一个足好理得的查某啊，伊伫咧因兜哦，对伊的士大人哦，拢真友好啦。啊，一家伙去互害死了了，啊死了后伊做鬼哦，伊嘛无去害人啊，伊嘛是一个好鬼啊。啊，敢讲哦，啊恁这神明哦，颠倒去帮助迄歹人啊，啊阮阿姐这好人哦，恁拢无甲帮助，无甲保庇吼。心灵啊，妈祖娘娘啊，你若看到伊安尼遮尔凄惨哦，敢讲伊生前做好的积德哦，啊拢无报偿是毋是？妈祖娘娘啊，这是互人真感动的代志哦，你都爱甲保庇下。请妈祖娘娘成全娇娘的心愿。心难为，娇娘知罪。后果自身承担，不可连累着囡仔。你起来，多谢妈祖娘娘。李教授，阮做处理这支牛线，祝你不期天日，献将人间，早日完成你的心愿。多谢妈祖娘娘恩赐，但是你自毁为基，更加僻静。妈祖娘娘，一切娇娘在所不惜，一切拢是缘，无量寿佛。求妈祖娘娘赐人你娇娘，求妈祖娘娘赐人你娇娘。妈祖娘娘已经原谅娇娘啊，紧叩头答谢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，阿婆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好，为何这呢酸？命为何这
你这身红衫吼有够水，有够大款。小奶奶，我总是会当看到你呀。小奶奶，你搁较早共我，一点仔拢都无变的，赶快遐尔啊水。我比方吼，这届看到小奶奶会当安自然啊，自然哦。多谢恁大家陪我求妈祖娘娘，所以妈祖娘娘才会当赐我这个娘婿，让我显现人间，才会当甲恁见面。阿姐，对，你就是阮阿姐。你看，你的死人面甲我安尼同款。对啦，唔是啦，我来下班讲话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就是阮阿姐。阿婆，有一个叫水当汤的查某囡仔，我已经甲伊救去王大爷因兜。我知影，多谢阿姐。既然若安尼招娘，你即马就用个紧去找周阿师。你紧甲出去，要若无，安怎？娘救我！娘救我！娘救我！大少，若无我就将囡仔焚烧灭杀。周阿师，只要你莫伤害我，我就放你走。什么嘢？因为啊，你较安全的所在，囡仔一定爱甲我留咧。要若无，我绝对无放你干休。是。是，你想得我当笑，小奶奶，娘救我！莫我！哎，周阿师，哎呀，你这个精神，你啥讲话无算话啦？小奶奶，你这边变哪？恁到王大爷的厝，我的囝，我来去对着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